啊，打好了就要把手机收起来咯哈。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哇，在礼拜三的晚上看到大家真好，对不对？对，我们一起奉耶稣的名来到这边来敬拜他。我们可以起立，好，来跟你隔壁的打一下招呼，说：“主的喜乐是我的力量。”主的喜乐是我力量。阿们！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子民，我们要宣告主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我们不论在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可以来赞美他，我们可以来称颂他，来歌声欢呼我们主的名。要找5个人哦，跟他说：“看见你真好。”好，我们一起来拍手。主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仍因救我的神欢欣快乐。主的喜乐，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仍因救我的神欢欣快乐。我要赞美，无论得失或不得失，我要赞美。每天从日出到日落，我心坚定于你。每天赞美不停，我要赞美，跳舞赞美，我要赞美，自由赞美，大声欢呼，你是永远的神君王。我们喜乐来唱主的喜乐，主的喜乐是我力量。啊，大家面带微笑哦。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仍因救我的神欢欣快乐。我要赞美，无论得失或不得失，我要赞美。每天从日出到日落，我心坚定于你。每天赞美不停，我要赞美，跳舞赞美，我要赞美，自由赞美，大声欢呼，你是永远的神君王。我要赞美，我要赞美，无论得失或不得失，我要赞美。每天从日出到日落，我心坚定于你。每天赞美不停，我要赞美，跳舞赞美，我要赞美，自由赞美，我要赞美，我要赞美，跳舞赞美，我要赞美，自由赞美，我要赞美，跳舞赞美，我要赞美，自由赞美，大声欢呼，你是永远的神君王。我们拍手，把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阿们，哈利路亚，阿们，哈利路亚，阿们。神的儿女当喜乐，当欢呼，阿们。去年是我们迦南教会60周年，我们都有参与在这当中。那我相信每一次的祷告都是在建造迦南教会，都是在建造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所以60周年，我们去回想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让我们经历它。今天的见证也是要回想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作为。我们一起来唱。一脚印的岁月，
上帝，主上帝，祝福满满，一步一步有伊引传，欢喜忧伤，回归回响，有上帝甲咱听命命，甲咱甲咱。憔悴，仰望世界，将上帝的话藏在心底。感恩，是主祝福的教会，信仰的脚车，咱着。成了美好的事。谢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的生命可以靠着神翻转再翻转。主，我们谢谢你恩待我们，将我们抱在你的怀中，把我们当成宝贝这样子来疼爱。谢谢主，我们要奉靠你的名，要来
活出属基督的信仰。主，我们谢谢你献上我们的敬拜，在今天的祷告会当中，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谢谢大家，请坐。好，今天要来隆重介绍，就是我们华山区的见证会哈。今天有这个赞美小组、和平小组跟这个节制小组，那我们要来热烈的欢迎我们的区长，是我们的李介成长老。大家这个欢呼声真的是不得了，不得了，欢迎你。兄弟姐妹大家平安。一直在考虑是用华语还是用台语讲，整条路都在想，但是南的嘛大家拢听有啦吼。毋捌看过基督会遮侪人嘛真久毋捌起来伫台顶，感觉心脏跳得比以前较紧。即马身体阁无好，心脏跳得伤紧嘛，毋是无一定是好代志。总是感谢主吼。马可福音16章15节讲，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无毋对啦吼。这应该是马可福音16章15节。咱虽然无法度到每一个世界每一个角落去传福音，不过咱伫咱的生活中，有缘有真侪通好做见证。昨昏甲丽芳兄咧开讲的时，我问讲你要做啥物？因为最近也无啥物，拢平平凡凡啊，也无啥物通好讲的。咱毋知影，我相信讲平凡嘛是一种快乐，嘛是一种稳定，阿免吗？相信平凡就是快乐。总是讲在咱中间有人比平凡的搁有较深刻的，在生活中的体验，生活上的领受，感受到上帝的疼痛甲稳定。咱沿岸就有3位，咱的兄弟姊妹。第一位是我们小组长谢秀凤，第二位是黄小荣，个立煌小组长，咱的元老元老。甲伊开讲，也是甲伊佚佗，拢感觉拢充满着欢喜喜乐安尼啦。虽然伊的giáo魂比咱较济吼，我感觉这giáo魂拢是笑出来吼。感谢主，那我们时间蛮有限的哈，所以我们现在就第一个来分享，由谢秀凤姐妹来为我们分享。牧师、师母、长老还有传道，大家兄弟姐妹，大家平安。我要分享的主题是神是我生命的主宰。我要怎样讲？在2023年年底的时候，我发现右手边有一个硬块的东西，后来就去检查，医生说3个月后再追踪。在2024年农历新年的时候，我就回去马来西亚过年。原来是打算4月份清明节后才回来台湾。迦南教回来台湾，因为迦南教会有投票通过要聘请牧师，后来就先回来台湾一趟。所以在过后，我才想到我这身体要去检查，后来就去检查出来，我得到淋巴癌。医生帮我转诊到桃园医院，那血1颗，肿瘤是1颗。在检查过后，他说是大 B， 细胞淋巴癌已经第4期了。后来要做化疗6次，每3个礼拜1次的治疗。我们和孩子在商量说，这个治疗的过程应该要怎么去做。艾先生跟孩子说，先要跟我们马来西亚的家人说，要让他们知道。我说不要了，不要让他们担心。结果我哥哥知道了，他就马上就过来看我在切水果，好像
身体还很好，他就放心了。因为哥哥说他的朋友在做化疗，化疗的时候惨不忍睹了，不成人形了，就是说没戏嘛，半条命了，他就是这样讲。后来我就说哥，因为我有上帝，我哥说哈利路亚。后来家人就这样，还有些从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断断续续的过来看我，以为我快要挂掉了，所以就是说我想感谢教会的家人啦，陈牧师，还有长老，还有区长，还有适龄传道，还有弟兄姐妹都为我代祷，也谢谢有些姐妹们买菜啊、煮菜啊，还有拿鱼啊，还有要感谢的人太多了，这是上帝的恩典了。在布桃完成了6次的治疗，医生要我再转诊长庚医院，在那边做第2线的治疗，因为还没有完全好，就要跑到长庚去。因为长庚医院比较多设备这些设备的医疗，医生给我有两位长庚医生的名单去转诊，2位医生门诊挂号都挂不进去了。那时候已经2024年了的10月底了，2025年1月后，可能又到2025年的1月份了。感谢主，有一位苏医师只有一个转诊名单。我说，我就问布桃的各管师，他说你赶快去挂，因为这位医生苏医师是刚从美国受训回来的，后来就安排我在挂门诊。他就说后来医生说要我治疗大概要半年了，一个疗程要半年了，要做自体钙细胞移植，要住院1个月。那时候是用健保房，我是住健保房，安排靠窗户1个月，还好是靠窗户，不然就不能够出去。感谢主，每天都有可以看外面了。那时候是内流感，院内流感。病人和照顾的人都被感染了，同房的有一个阿伯被感染就走掉了，所以医生就很怕，尽量不要有人来探访，病人也怕感染。我那个感谢牧师他们来探访的照片对这个照片，有牧师他们的关心，还有家人的带导，我献上感谢医师的安排要收集那足够的造血钙细胞，通常都要收集1到3次，每一次都要4个小时来收集。我第1次的细胞收集的时候已超量了，感谢主。抗不保守顺利的完成1个月的治疗，接下来呢还要做第2次的，还是要住院。在等候恢复健康后，还要再把我的细胞再放进去。那时是熟细胞，现在要把细胞放进去。医生在安排入院进行自体各细胞移植的时候，要设高剂量的化学治疗，会造成白血球下降，必须要接受保护性隔离的那个病室，就是你要进去的时候都要全副武装，只有我跟康复跟医生而已，全部都要包，要洗手，要进去，就是一个套房这样。在治疗病的时候，要杀死我里面的那个恶化的细胞，口就会溃烂，我嘴巴都会烂掉，没办法吃东西。这个注射还有要营养，跟我打点滴，那时候要2个血管。1个不够用，要用2个血管再帮我打。治疗完1个月，要出院前一天晚上，发烧不退1个礼拜。这也是上帝的怜悯了，还好是在医院，不然你出来进去那个病房很难安排得到。所以1个月后我出院，发烧不退的1个礼拜。这也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怜悯，还好是在医院，不然出去也是麻烦。感谢主，身体慢慢恢复，出院了。原来这个治疗需要100多万，感谢主，我都不用付，只付基本的费用而已。感谢健保，也感谢纳税人的钱。
让我有这个机会，也感谢台湾。对呀、所以就是来来去去哈，还有一个照片再放一下，那个还有一个教会，迦南教会，再来来去去，你看我来来去去，好像孤单的在旷野的那回诊，我就坐公车在后面，看到迦南教会，你看。已经变成这样，你看我的时间有多长，就是在那边，就看这个树就知道了。对，刚好就是在那个什么，那个桃花源，那时是桃花源那边，现在又挪到别的地方去等公车了。那我就后来就看到迦南教会的十字架，主向我要信心，让我感受到神与我同在，哈利路亚。因为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生活已经受限了两年多。我现在又再过不久，我又来治疗这个700多天的治疗。我说神一定要我要学习的功课。对，当人走到极限的时候，才发现生命原来是在上帝的手中。要学习耐心等候，读经、祷告、运动，慢慢的恢复健康，被爱中学习坚强。我在世上有苦难，这提醒我们基督徒并不会因为信仰而免受挑战，但是能够靠主刚强，勇敢面对挑战。坚信依靠你的必保守他十分的平安，因为他依靠你。你们应当依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永远是永久的磐石。以赛亚书26章3到4。神看每一个人的生命，对神而言都是宝贝的，都是宝贵的。伤口会成为别人的医治。愿主赐福大家，感谢主，荣耀归给主。谢谢，阿们。感谢主啊，这真的是非常好的见证。在一个基督徒，你看，就是这么样的有坚强的信仰会当经历过这苦难，永远是花头喜面。我们看他的气色多好，这刚有生一个病人无嘛吼，比我更加好，更加好看。感谢主吼，我们继续祷告，为他加油也为神所要为他创造前面的路途为我们献上感谢接下来我们下一位黄小荣，好，请上台。大家平安。感谢初一长老再一次将我放在这。他说要大大的张口，不折不扣的要荣耀我们的神主耶稣基督。时间回到今年3月的课程，处理生命的毒刺与障碍。牧师说要拔除毒根，我照做了，但是我心里极其的纠结，却仍然默默的对神说：主啊，我心里很痛苦，我的孩子27岁了，作为母亲的我，从未对他付出过一点的基本责任和义务。当我的朋友问我孩子的情况的时候，我总是说各种的谎言来遮掩。孩子，因为妈妈对你的记忆永远都停在那3岁时可爱的笑脸。妈妈很想偷偷的去看你，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想过呢？
想必大家听到这里都吓到了吧？我也是，我也被自己吓到。我竟然敢在大家面前承认这不堪的事。罗马书9章33节的经文讲：信靠他的人不致羞愧。是的，在神的面前极度的坦诚，不是羞愧，而是穿上了坚固的防护衣。我感受到神一直给我的力量和勇气。27年来，头脑里面全是对方的指责，全是指责对方，都在怪对方，害我没人陪伴在孩子的身边。这种骨肉分离的痛，痛到我只想置对方于死地，但从不反省，始终不饶恕我对方。我自以为是的思想辖制了我27年，我也愚蠢了27年。神早已预定的恩典，到今天我才领取到。以佛所说1章8节的经文讲，这恩典是神用诸般的智慧聪明，充充足足的赏赐给我们的。神爱我们爱到如此的地步，用诸般的智慧，才使我领受到了这一份恩典。我以为是自己想通想开了，原来都是神在我心里做的工，使我的心眼看见，使我明白主真理的奥秘，其实就是神的恩典一直与我同在。诗篇34章8节的经文讲，当我们经历到神的主恩的时候，是何等的甘甜，何等的有福。所以领取恩典的第一步，就是我自己承认自己的错误。今年7月8号的傍晚的时候，我小姑姑跟我说，她意外的见到了孩子的爸爸，而且他们相谈甚欢。她说20几年不见，外貌都变了，我相信内心也变正向了。她说总觉得对方有一点面熟，如此就跟对方建立了连结。这难道不是神早已预定的美意？曾经孩子在3岁时见面的情景，不是恶言相向，就是吵得不可开交。何曾想过有如此美好的相谈？我以为神也许会安排我与孩子直接面对面，又是我以为，但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阿们。27年内心煎熬的痛，是神早已预定的美意。他是要我明白，凡事要按神的旨意、神的意思去行。现在我每天都在预备，不知道某一天领受到从神而来的那份感动，到重庆去传福音，那将是一场意外之外的战场，但是我必用欢喜的心与主同工，把福音传向那熟悉的地方。主啊，我为今天见证分享你的大能而感谢你，为领受到你真理的奥秘而感谢你。愿主真理的大能引导我，使我更加明白神真理的道，使我这一颗新生命的种子在信仰的基础下向下扎根，向上生长，以基督的心为心，把神的道实践在我的生活当中，做一个有用的基督徒。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祷告，感谢，阿们。
一切的荣耀归于主耶稣基督。阿门。感谢主。很感动哈，我听的也自己眼眶也没有看到眼眶红，但是鼻子有点酸酸的。其实有时候我们觉得，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他的另外一面，只是我们没有把它表现出来而已。有一些人我们很多的东西放在内心里面已经存放很久，但是从来没有表白过。有些我们是自己的错，我们也不敢表白。不过我想，我们刚刚听到这个小荣讲了之后，他的见证分享之后，我们要勇敢的就把内心的事情，如果你旁边没有人，当然跟一个无关紧要的人讲，那是不好的。但是我们可以到主面前诚实的告诉他，诚实的跟上帝忏悔，请他饶恕。或者说，请恳求主指引我们前面的路程。我想，上帝是一个听人祷告的上帝，会应许我们的祈求，只是在他的时间有他的时间的存在。我们不要急于苛求目前我们的这个对自己这样的一种要求，对神的要求。我们这是很好的一个见证，让我们看到。这个人的改变，是为了信仰而改变。我们谢谢小荣在我们当中我相信有很多人都受到感动。但愿这样的一个种子，真的是像刚刚所讲的，能够向下扎根，往上发展哈。谢谢。我们接下来请我们的小组长立煌兄来为我们做见证。牧师平安，团队平安，两位学者平安。要讲见证，阮某会头甲我讲，我要出去行路，我会行差不多1万步左右。你今要做见证呢？有准备无？我拢无，你偌健康。见证伫你心内，是家己的代志才当做见证，所以拢知影你心内，拢免写，拢免准备。要做见证，我想要学到一个，咱教会有一个上后鼓励人，什么人？咱的天赐仪天赐仪长老你看变遮济人，你看呢？对，上大方的人，什么人？介成。刘兄你今日讲较久者我讲较少者无要紧，安尼啦。上大方的人就是。我要讲的见证我昨有甲伊讲，祈祷。其实我毋是讲非常有安尼。真好的信心，逐个拢祈祷，食饭祈祷，做啥祈祷较足好听我就袂晓。但是我拢按我心内来祈祷，我想啥讲啥。我的脸书拍脸书的字顶悬，绝对无拍过的，想啥讲啥，写在顶悬，爱拢事实的代志。祈祷嘛，我家己有一寡要求啦，我袂对上帝要求的祈祷。祈祷你上帝你甲祈祷，互你掉落土，敢有可能？莫往要求的但是我若有困难，我若有需要，我就会去祈祷。我祈祷的时阵无需要，甲无困难，啥物时阵祈祷呢？食饭，食饭进前祈祷，食饭后就无祈祷要困进前祈祷，困起来嘛会祈祷，因为互我新的活命，佮甲伊创造世界同齐斗阵伫，所以我透早过祈祷。暗时拍个祈祷，我惊阮某看到，阮某一摆甲我偷看到，那拍个祈祷安尼，迄个时阵祈祷超5分钟，将牧师因兜马上拢祈祷落去就对啦，安尼啦，因兜规家平安拢祈祷落去安尼祈祷一连，安尼再来困。有哪袂记祈祷倒咧困，我敢若袂记，嘛是佫爬起来，佫一定爱做这代志才佫困安尼。我毋知这祈祷，咱毋是讲像世俗人讲。有拜就有保庇，我是不甲想安尼啦。但是我祈祷有平安是事实啦。咱即马讲，较最近的代志，要讲古早的代志，即个见证的代志真济。
因为我真细汉就无爸无，真细汉无爸母，所以我这是见证的代志。啊，厝伊讲较最近的代志，当下啊，就算讲这两天拢平平凡凡，要讲什么见证的代志，都无见证的代志啊，会使讲较最近的啦吼。啊，你看我下骹图，最近可以换图起来，毋是？我顶拢袂晓画图，65岁之前毋捌蒙笔，啊无去上课，我就晓画图。奇怪呢，我65岁退休的时阵，要创啥？可能阮查某囝讲，爸，你去画图啊！阮师傅讲，你去画图啊！好啊，无画图无要创啥？蒙画，去买一支笔、鉛笔，蒙画，画到尾啊，即么变画甲安尼啦。要画图进前，我有祈祷，我不但有祈祷，顶下佫写一个祈祷词，你伫顶悬，我写个祈祷词哦，要佫上后佫写一句，上帝啊，请你来看我的手，所以一定会画水嘛，对这代志交代互伊啊。所以一定会画水，虽然拢无学过，拢无甲人学，啊嘛无上过迄个课，只是要画进前真惊吓，毋知要哪我有需要啊，我迄阵就是有需要啊。结果无偌久人连续就赖一个物件来，听讲你要画图哦，我即个网站哪里教画图的网站，你话都上帝自然就派人来甲我安排这个代志，迄网站。真基础的画素描啥，无偌久吼，佫一拖啊来水彩啦、油画啦，拢来啊啦。啊，我就哪看哪学吼，啊，所往家己的经，我真够去想恁知嘛吼，所以我知影相片的构图、颜色的调配，真紧我就画甲袂歹，画甲起空，一工画8点钟，画10年，画到要10年，你看画几点钟，画甲骹。区袂落去，佫毋知影，安尼，所以但是祈祷马上祈祷，敢有效果？恁讲，我即马马上祈祷，明仔载中乐透，无可能的代志，但是你祈祷的代志，可能慢慢啊，互你实现，这事实一定会互你实现的。无讲，所以我无做要求的，我需要时家己祈祷，伊来慢慢啊，甲我引带、带领、帮忙。即马佫讲较最近的代志。按古早，伊较最近40几年前，我咧大安西路买一间厝，买一个地啦。迄个地吼，我甲某吼祈祷3年，才起已经祈祷3年哦。我咧本来咧介绍咯，阮真善食，真欠亏的时阵吼，咧想要改变阮的营业的方向吼，佮改变较好势，需要一个较大的所在的翕相场。阮就祈祷，加减祈祷嘛，安尼啦吼。祈祷到尾啊，3年了，阮竟然有够个遮个钱来买迄个地呢。买起来了后，佫欠起来，哪趁未起好，人就要来互翕相呢。翕个广告，甚至下港来呢，阮哪趁，阮哪付钱，阮哪起起来。最后嘛是还咧起完成，这是上好的一间。阮经遮侪位拢。上帝一定爱我买一间，买了后，阮所有的钱拢真正伫遐趁起来嘛会晓欠起来，到尾迄个所在，大安西路开始开放就足发展啊，无咧操蛋，大安西路一段规排，敢若阮第一间，阮第一间清水电第一间的人哦，后摆要用人来甲阮借水电来起厝。所以阮是第一间，安尼讲较简单。迄当阵一平4万5，怎么买得无？大兴西路一平4万5，买得到吗？上帝赐我这个福气，会当买到这个地。佫毋是无经过中介哦，是经过朋友讲的地主安尼尔。所以我买一间厝。水通差不多的时阵，迄大安西路愈来发展哦，变做这个模范道路。所以就停货车也袂使，停啥袂使，阮就无法度在做生意啊。所以改做别人做餐厅，开几摆餐厅。最近这个餐厅来开吼，开2000多万，伫内底装潢，2000多万真济吼。卖开了，嘛使买几个间厝啊？敢毋是吼？普通厝来讲，就租伊啊。咱就是讲趁咧租金吼。来生活嘛袂歹啊啦，即马生意也才歹做啊。结果
迄个头家都可能开真济间店，倒尾无好诶时阵，就像安尼，遮帮遐帮，一直帮啊，阮一间伊嘛4个月无付出税哦，4个月无遮严重诶，哎，阮真头疼，真烦恼。这阵我替你讲较久无要紧吼。我这阵叫我替伊讲较久无要紧，伊要讲较短诶，伊时间较大方让互我安尼啦。结果阮嘛咧烦恼，啊4个月无付出税，开始就会烦恼。伫烦恼，我暗时当然搁祈祷咯。即个时阵我就有困难啦。我讲有需要，甲有困难，我就会祈祷。啊，我但是袂向上帝要求，啊困难时我就甲要求啊。啊，祈祷中间哦，我想阮查某囝有定甲客户有即个法律的来往吼，会着甲我讲，啊无爱写存证信函啦，即个中间阮查某囝都无学校啊，搁甲带一个因的朋友，因的什么武林高中的什么读书会的朋友吼，做律师的，搁教伊安怎创，愈来愈顺啊呢。到尾写存证信函，寄2张过了后吼，搭搁刷咧，代表安怎？安尼厝嘛，伊无来付厝税，咱嘛毋敢甲动伊内底2000多万的状况啊，无伊会甲你倒价啊。伫头壳听的中间吼，伊搁派业主来。啊，业主就专门做这内行的啊，我就问业主啊，这则好问啊，也免开钱啊对吼，问业主啊，业主就教我安怎做，存证信函写好了后，就爱做去写协议书，协议书写好了后，咱就会使安心啊，甲拆内底的厝啊，啊无伊厝税无哩，你毋敢甲摕迄间厝全拢免做人，完全拢免做，你跩囥伫遐烂去嘛无法度，写协议书是安尼去等伊呢，去动伊个路，将伊动出来呢。写好了，业主讲，安尼你就使安心啊，甲拆啦。讲安心是安心，你知迄2000多万，迄厝要哪拆你知影？为咱无爱用啊，你知迄冰箱吼，买时阵10万，要卖5000，所以卖人无钱啦。人要来甲你拆，人也无啥爱拆，伊拆去嘛卖人5000呢，无啥遐济啦。啊工钱搁遮济，伊甲我讲啊，我要使用1楼甲3楼，所以伊甲我替我拆。啊，我遐个物件当做伊的，互伊去卖，看要安怎拄要紧，开78万，要甲我做人开78万，安尼我就讲，我就心肝就凉一下咧，上帝替我安排甲遮好势啊。我心内阁有一个挂虑伫个，迄4楼装潢阁较水，啊无人做嘛无彩啊，我咧烦恼啊4楼，大家伊若阁无爱做了后，搭迄后摆4楼讲要创啥，愈囥愈旧啊。都无过无偌久，伊过来甲你讲，因阮4楼是要阁用咧，会使好用尽量。啊，但是你负责调，伊讲好，开120万，都总开100，这本来是爱我了的，我爱去处理这代志的，再当阁做人啊。结果你看，有祈祷，有平安，伊甲我安排甲叫迄个人来甲我租厝，佮替我拆甲工。另外你去看大英西路一定装潢足水的，你去看卖吼，你甲中总角遐呢，迄间厝伊内底，伊即摆现代装潢外口拢甲你封起来，无互人看到。因今技师傅来火车走出路，迄种剪起迄则规矩的，伊拢封起来，即摆内底咧装潢。到9月就可能你看会到啊，伊就装潢啊足水的。我嘛真大方啊，我搁半个月搁互伊搁延期即个装潢期。所以吼，安尼吼，算的，真正是祈祷偌久啦，是慢慢啊，害你实现，慢慢啊，甲你应验，慢慢应允互你。啊，毋好想讲要随祈祷随好啊，随祈祷随好是迄无可能的代志。安尼，我应验归上帝，谢谢。真精彩吼！这个见证，我感觉我家己真含慢，人拢我都买遐大条的，啊，阮拢爱小条啊尔。但是搁较安怎，伊无欠亏啊，我嘛无欠亏，好嘢也无啦。但是
不缺。我感觉人就是安尼嘛，一生中只要我们不缺的话，就算赢啦。因为咱走的时，并无法度走什么物件。阿免啊！我要时间咯，就是我还阁几分钟。今日我助理吼，我家己来决定时间。我嘛来讲一句好啦，莫讲干那助理伫遮咧串场尔吼。我咧驶计程车，大家拢知。我有一摆走的是要按算要转去啊，感觉生理也无啥好，结果要转去，拄要转去的时阵，敢若有听到家己内心一直咧念讲啊，哪会拢哪遐属灵着啊，雄雄的。我讲我能够为上帝做些什么？因为我咱家己进前莫讲啦，我会当个规转来煮嘛，是有经过一段的波折，总是遐着莫个甲想遐手扶着你往后看的人，不配进神国。哎，拄仔咧想到这件代志，我能够为主做些什么的时候，我等去厝诶转弯，载着一个妇人人，这。看伊安油头甲面上车的时候，来拿靠，感觉安尼，脸上还有一些泪痕啦。伊一时仔久，伊接到一通电话，两个就位啊咧开讲咧讲。我简单扼要的讲，伊这个中间呢，伊这个分享就是他拄啊受洗无偌久，但是伊甲因先生的这个两个人为着经济问题，常常咧发生冲突。所以伊就感觉足心灰意冷的，嘛毋知要安怎去即个受洗了，搁厝里的即个要拄偶像的即个问题，伊甲对方的即个电话的交谈中，伊足挣扎，毋知要安怎做才好。为着债务的问题，伫遐咧真痛苦。我伫那赛车，我就那听因咧讲话，结果我内心里面咧想讲，这是上帝叫我来，可能要来，安怎讲？算讲要甲伊引带，互伊行头前的一条路的这个过程嘛。我家己心肝安尼咧想，一路伊拢一直咧抱怨，对方也一直咧甲苦劝，但是伊就一直咧用迄歇斯底里安尼，得到拿口去啊。已经经过了20分钟。特别到位时，伊电话挂掉，但是还是在那边掩面哭泣。我特别到的是，伫一个便利商店的头前遐，我停落来，我讲这位姊妹，我先表明我家己的身份，基督徒的身份，甲我是长老，我会当为你祈祷无？伊听者雄怎安很恍然，就敢若一个足大惊吓呢。伊讲，我即摆咧当咧需要一个人会当来甲我讲话，好像需要人来解放他的内心的一种痛苦，安尼就对。我讲，我已经有感受到啊。我觉得你现在正需要这么样的一个慰藉安尼。我怎讲？我即摆来要为你祈祷，安尼好无？好。一声就答应。我虽然无甲看，伊坐伫后座嘛，我手甲伊下伫边啊，我就开始甲祈祷。即个中间，伊听了，伊是感觉足内心安尼一直啜泣吼，嘛就一直感谢主。虽然即个中间过程，我并无感觉讲伊是毋是有得到啥物。或者是讲伊后摆要是毋是会真正怎成做一个基督徒，认真来为着主的路来咧跑走。不过我相信，当伊要落车吼，伊就要纳钱我讲免钱，我在基督徒的吼，无收钱。伊讲安尼真正安尼吗？事实我嘛真正有影，嘛是安尼，吼，这个吼，这真正，但是咱莫挑工来做的吼，
我即个迄一个，我先转移一个话题。全家人吼，只是你就知啊，捌一届嘛是叫我甲载去机场，嘛家己嘛捌去，叫一个团队叫我甲载去机场，我又嘛拢无甲收钱啦。全家人伊讲，真正无收钱哦，但是嘛啦，你加载我嘛是爱纳钱呢。熬不过他，伊到尾嘛有收啦，哦，特别。这额外话，不卖讲这啦。不过我甲讲，我基督徒我无收钱。你若真正要花，你代替奉献，你去教会你去摕去奉献，安尼。伊安尼感觉讲好，照着讲伊若会当要奉献，就去教会，这嘛是一个管道，敢毋是咧？若无，伊嘛毋知我受洗了，会阁去也袂咧。所以，但是我看伊安尼到尾，哪笑哪哭，安尼慢慢离开，哪道谢，安尼离开了，我毋知伊内心安怎想，但是我感觉我足欢喜。我虽然知影讲伊行去了，伫迄个落沙沙啊，迄个看着他们离去，迄种步伐加足轻盈的，我知影迄个时阵圣神已经咧动工，阿免吗？感谢主，咱三角来祈祷。全能悲上帝主，阮感谢你，阮伫真阴暗一个美好暗暝，阮主日伫遮阮也通过兄弟的见证来知影主你对阮的疼，你的恩典是何等的大。阮感受到主，你疼阮爱阮疼家己亲像也疼厝边一样。互阮伫阴暗领受搁较济，对主你的疼，阮也哪来哪深。感谢你，互阮伫阴暗体会搁较济，也互阮彼此中间、肢体中间会当愈来愈结连做伙，帮助阮伫未来的路程中，主你一路陪伴到路尾。安尼祈祷感谢，靠耶稣的名，阿门。大家平安，我们一起从座位上站起来，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我们听到刚刚很多的见证，我们在爱里面要彼此合一，来向着神。当我们可以敬拜和祷告，神就开始动工在我们当中。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远超过我们的。同心合一，同心合一。当我们放下自己心意，为他使命献上自己，同心合一。同心合一，让我们先求神国合一，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向着世界，向着世界为主发光，合一寻求神国度蓝图。神心意使用我们走遍世界各地，我们一起举手来领受，同心合一，同心合一，同心合一。当我们放下自己心意，为大使命献上自己，同心合一。向前行。
事情。第一，为了10月9号到10号华山区的退休会，求主保守退休会一切顺利，让弟兄姐妹灵命更新，彼此连结。第二，我们为培养同工，求主兴起更多委身服事的同工，建立合一、彼此搭配的团队。第三，为3代同堂与儿女关系，求主祝福家庭和睦，增进亲子沟通，让信仰代代相传。我们先为第一项来祷告，来公祷。公祷完以后，我们请仁圣长老为我们祷告。我们大家开口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10月9号至10号为华山区退休会来到你面前祷告，求你亲自保守整个退休会一切安排顺利，无论交通、场地、聚会、服饰，都有主你的同在。亲爱的主上帝，我感谢你，教会有真多小组，我每一个人拢有拍拼，一个传福音，我每一个人拢有当更较努力。主上帝啊，我若即时要更较为着华山区来祈祷，小组有赞美小组、和平、甲节制小组，阮平平拢得到主你大大的赐福一个中间。阮也要为着华山区即个10月份的初9、初10退休会活动，求主，互阮一只参与的人，拢会当有成长，互阮一切拢会当顺利，性命会当更加更新。求主你照顾阮每一个人团员，互阮也为着第3点，阮第3代的信仰甲家己的关系会当更加和睦。求主你帮咱听阮的祈祷，安尼恳求，拢是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第二样，我们为培养同工，求主兴起更多委身服事的同工，建立合一、彼此搭配的团队。我们为这件事情来祷告，请大家开口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为同工的培养来到你面前祷告，求你亲自兴起更多愿意委身、忠心服侍你的弟兄姐妹，赐给他们爱主的心与服侍的时候热情，也在服侍中不断成熟。求你建立一个合一、彼此信任、彼此扶持的团队，让我们的同工都能够按照你的所赐来搭配同心同行，使教会的侍奉更加兴旺，荣耀主你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并且为我们华山区向主来献上感恩。谢谢主把我们聚在一起，一同在基督里面联络得以，在主里面成为一家人。主啊，你曾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主啊，恳求你兴起更多愿意委身服侍的同工，求圣灵亲自感动组员的心，有新的眼目，让他们看见小组的意向与需要，愿意起来成为与你同工的器皿。求主在小组中建立一个合一、同心合意、彼此配搭的团队。是的，主，你是我们的恩典、力量的源头。主啊，愿我们的服事能够对齐主你的心意。主啊，也让我们的服事也能蒙你的喜悦跟蒙你的赐福。我们这样祈求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好，第3件事情，为3代同堂与儿女关系，求主祝福家庭和睦，增进亲子沟通，让信仰代代传承。我们为这件事情，大家张口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在长老教会，我们看到有许多的家庭是一代又一代的基督徒。主，我们也看见家族的凝聚，也看到家族建立的不容易。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因此你让我们能够家庭和睦，让我们每一个家庭的亲子的沟通是良善的，让我们的信仰能够代代的传承，一代又一代来承接神你的赐福在这里面。主，谢谢你是你的应许，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我们赞美你，谢谢主耶稣。
感谢你赐下家庭，求主你祝福2代、3代甚至4代同堂的家，使我们彼此相爱、尊重与扶持，让家庭充满平安与和睦。求你增进父母与儿女之间的沟通，帮助我们学习聆听、体谅与饶恕，除去彼此的误会与隔阂。主啊，我们也求你坚固我们的信仰，让我们在生活中见证你的爱，从信仰能够一代传承再一代，直到永永远远。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阿们。通过今天的见证会，我们得着力量，阿们。阿们。我们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用这首不动摇的信心，要继续建立我们在神的面前。主，我们谢谢你，可以。好，我们一起拍手。主赐给我不动摇的信心，海浪之中你伸出大手拉住我，救出去我心中所有的怀疑，旷野之中紧紧跟随，与主握住。海浪之中，海浪之中，我必不沉落。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要赞美；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神必在前面为我征战。我的祷告，我的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就必得着。我的祷告，我的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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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必得着。海浪之中，海浪之中，我必不沉落。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要赞美；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神必在前面为我征战。心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神必在前面为我征战。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门，阿门。谢谢主，好，我们也拍手，谢谢今天华山区的3位见证，还有他们的公导的服侍弟兄姐妹们拍手，谢谢他们。好，那在祷告会要结束以前啊，牧师用1分钟来分享今天的见证今天牧师和小组去医院探访，他去的时候，这个姐妹躺在床上，她起不来，就躺在那边。后来我们用探访手册的祷告文，为她祷告的时候，她坐起来。可是祷告到一半，她突然就倒下去这样子，因为前面护士有帮她来换点滴，重打，但是她倒下去之后呢，我们祷告就停了，那但是她说你们继续祷告，因为她是被圣灵充满这样子，所以后来我们就继续祷告，祷告完之后，她起来之后说她开始一直流汗。他说哇，他觉得圣灵在他身上很热，然后他也变得这个
觉得圣灵在他身上很感动啊，好，所以感谢主啊！我相信刚才建成长老的分享，说当我们有一个心愿意为主来服侍，好，不管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好什么地点，好，上帝都会使这些不可能的事情，好，都变为可能的事情。阿们。我们一起用主祷文来做今天结束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拍手，把荣耀归给主。好。那我们今天的祷告见证会到这里啊，好，那我们彼此请安。好，等一下在祷告完，请华山区要来台上拍合照。好，那么请那个服侍同。